銅板畫咧本身係應該係歷史好悠長嘅即係物料嚟嘅嚇，咁應該係大概係15、16世紀度啦，咁就喺歐洲盛行嘅。咁初期其實嗰個困難性好大挫折感嘅。佢因為本身銅板係比較滑少少嚇，咁你係要佢係唔咬嘅啲顏色，咁所以係比較難係喺呢度咯。好多 artist 都會全 cover 全個畫面，咁係比較係易搞啲嘅。咁咧我就喺度挑戰緊自己，究竟可唔可以留翻啲銅嘅畫面出嚟？因為銅板俾我感覺係非常之 warm 啊！呢個感覺，而係你適合係畫啲咩題材，其實都好緊要咯。我嚟緊咧就喺3月份咧有個日本展覽啦，咁就係會同我啲學生帶我啲學生咧，咁就去日本做一個師生展啦。我就好想帶翻香港嘅元素，係俾翻海外嘅朋友啊或者觀眾去認識香港啦嚇。咁我今次希望我班學生畫嘅主題咧，就係有滲少少香港元素，但係唔係話畫咩蝦餃啊、燒賣啊、帆船啊嗰啲啦咁樣。咁就我希望用翻佢哋自身嘅回憶啦，或者喺香港成長咁多年啦。香港嘅回憶有啲乜嘢咧？睇翻爹哋媽咪結婚嗰陣時啲相啦，咁我覺得好 interesting。咁佢哋結婚拎住啲蘭花，究竟我點解會拎住啲蘭花咁樣？我又想問下，即係當你去探索一樣嘢嘅時候，你就會去深入去了解，究竟點解當時佢哋要拎埋啲咁嘅嘢啊？咁樣咁就做乜帶到啲金咁多啊？咁樣或者係當時嗰啲親戚朋友依家又去咗邊咧？咁可能已經有啲係 pass away 啦，好 interesting 嘅嚇，俾我嚟講。咁我想係，尤其是譬如你結婚嗰個龍鳳禮堂嗰兩隻龍鳳啦，咁好靚嘅。其實當時我希望為香港係再做多少少嘢咯。even 我係有幾多力量都好，或者係好輕微嘅力量都好，好卑微嘅願望，但係即係啦咁樣，唔知點答你。我叫湯嘉雯，香港土生土長，700萬個故仔，成就一個香港故仔。